今集嘅藝食談咧就係講呢個有關 AI 裁員呢單嘢嘅。咁樣咧就喺好耐之前我就出咗4集咧，就係講 AI 嘅。咁其中咧就係有講到話，如果用中文嚟發展 AI 嘅話咧，佢係會發展成呢個同英文發展出嚟嘅 AI 嗰個差異係好大嘅。咁然之後咧就係中文佢 AI 嘅發展係會快過英文嘅。咁樣開頭咧就係2023年就 AI 爆發啦，跟住嗰一年咧都係冇乜嘢消息出嘅，就好似咧中國嘅 AI 咧就好似跟唔上喎，仲係有排都跟唔上嗰隻喎，跟住咧就喺今年1月20號咧就爆咗呢個 DeepSeek 出嚟，咁真係咧就嚇親人啦，因為 DeepSeek 咧就係用呢個好少嘅呢個AI chips， 然之後好少人手，跟住又好短時間就做到咧同呢個 ChatGPT 差唔多嘅嘢。咁當然而家就仲係有啲比下去啦，但係亦都有人話 DeepSeek 咧佢有個好處就係話佢係會佢講答案嘅時候咧就係話俾人聽佢係點樣諗嘅。咁呢個咧就係 ChatGPT 同埋其他嗰啲 AI 就冇嘅。咁然之後咧呢個 DeepSeek 俾人話咧就係話佢講嘅嘢咧係一定要 fact check， 因為咧佢立到啲錯誤嘅資料嘅機會率係好高嘅咁樣。咁呢個咧就1月20號到而家咧就只不過係區2個幾月啫。咁即係話如果 DeepSeek 再玩耐啲嘅話，咁嗰件事就好唔同啦。咁然之後咧，上個月即係話 DeepSeek 出咗1個月，跟住咧我就見到有人碌咗張文章就話大陸某間大上市公司裁員，就係咧喺某啲部門咧就係裁咗90%嘅員工咁話，就包括咧呢個法務部裁1半人，然之後咧客服部咧就係裁95% 嘅人，淨係留翻嗰啲咧就係識 AI 嗰啲咁樣。咁原來咧呢單消息咧就係出自一篇文章咧，就叫做 AI 裁員第一滴血。跟住咧我就將成篇文咧就睇晒啦。咁第一段咧就係話其實咧匯豐喺呢2年裏面咧就裁員咗8%。跟住咧呢個匯豐嘅股價咧就係升咗10幾個%，因為咧投資者咧對於呢個匯豐可以刪減人手咧感到咧就好高興咁話，即係話大企業當佢用到 AI 然之後裁員嘅時候，呢個社會投資者係表示拍手掌嘅，因為咧啲人裁走咗，就即係話佢用更少嘅本錢而做到差唔多一樣嘅嘢。咁跟住咧，匯豐裁啲咩人咧？咁當然就唔係關 DeepSeek 事咧，因為 AI 呢家嘢就已經用咗年幾2年啦。咁我之前已經講過啦，就係當 AI 爆發嘅時候，2年之後就開始裁員潮啦，即係今年就開始裁員潮啦。今年去到呢個時候，我哋就已經見到第一滴血啦。咁嗰篇文咧就係話匯豐裁啲咩人咧？就係包括呢個客戶服務、貸款審批、市場分析、合規監管、反洗黑錢。咁呢啲嘢咧就係涉及咧要處理大量嘅資料嘅。咁然之後 AI 咧係非常之擅長做呢樣嘢。咁用呢個幾分鐘時間就可以做到咧呢個大量人手好多時間先至做得完嘅嘢。所以咧佢係一定係逐步咁樣裁嘅。咁然之後咧，我哋亦都見到咧就係啲大嘅上市公司係會首先會應用 AI 技術。因為佢哋首先就係會請人，專登請啲人翻嚟訓練佢，然之後研究下 AI 有咩用。跟住咧仲要係訓練到咁上下嘅時候咧，佢確保啲 AI 真係用到啦。跟住炒就係喺個每一個部門逐啲咁樣炒走咗啲人。咁即係話大公司如果用 AI 裁走嘅人係翻唔到轉頭，即係話嗰間大公司就係以後都唔需要用呢啲人。咁然之後嗰篇文章咧嘅下半部咧就係講到話嗰間大陸嘅上市公司就係叫尚美股份，咁佢咧就係呢個護膚用品界嘅大公司嚟嘅。咁跟住咧嗰個主席咧就出嚟澄清咧，就係話其實咁嘅，我哋呢邊係有打算裁人，但係嗰邊咧亦都會請啲新人手，只不過而家咧呢個社會變咗啦，所以我哋咧就係會改組啦。咁另外咧人哋報道嗰啲嘢咧就係出自我啲內部通告啦，佢就將我上半橛斷章取義咁樣就拎咗出街。其實咧我成篇嘢就唔係咁解嘅，雖然就真係會裁。
咁啊，但係亦都另一方面咧，係用呢啲咁樣嘅方法咧，就令到呢個內部咧產生呢個緊張感，令到佢哋咧快啲咧係進步嘅咁樣。咁啊，即係話咧，如果你驟眼一聽就係話，哇！DeepSeek上咗1個月，跟住咧啲大嘅公司竟然將某啲部門裁到好似阿侵咁樣裁法，咁跟住咪好驚咯。第一咧就係啲僱員好驚，因為如果第二啲公司模仿嘅話，咁你就死硬啦。咁啊，第二樣嘢嘅就係話，如果你咁樣大刀闊斧咁裁，間上市公司都驚嘅，因為一下子可能就犯咗一啲咧不能夠預計嘅錯誤，咁然之後間公司可能突然間玩完，但係實際上咧就唔係咁樣，實際上佢哋真係會裁嘅，不過咧就唔係講到咁恐怖。咁但係呢個裁員潮已經開始咗啦，大家。咁然之後咧。喺解釋呢個裁員潮咧，咁然之後咧，我就想用一個例子咧去解釋呢個裁員潮究竟係發生咩事嘅。呢個例子咧就係早2日我咧就係見到有人又係講呢個我看得見的。咁早2日我就見到啲人喺度討論呢個咁早2日咧我就係見到啲人討論緊呢個我所見到的未來，即係預言呢個大可笑嗰本書。咁啊有啲人咧。即係大部分嘅留言咧都係廢噏嚟嘅，即係話，嘿，我就唔信啦嗰啲咁樣，咁點解得㗎咁樣？咁然之後咧，有個人咧就 post 話，佢將呢個問題就係問 DeepSeek， 然之後 DeepSeek 咧就出咗一篇文章做答案，跟住咧我睇完之後，當時我都嚇咗一跳，點知後尾咧我又再點知後尾咧咁啱呢個馬面姐嘅今集又係講呢個我所看見的未來。睇完之後我就明白啦，我就發覺原來 DeepSeek 咧係有一啲驟眼睇唔到嘅破綻喺度。咁啊講落去之前咧，就當然就係想講落去之前就請大家 subscribe IS Radio，follow 薛俊良 fan page，like and share。如果你覺得好嘅話咧，就撳下下面嘅 fans 掣，直接打賞下我啦。咁然之後咧，又係廣告時間啦，就係我呢個3月27號咧開始咧。咁然之後咧就係廣告時間啦，咁就係呢個人類圖班又招生啦。咁就係由呢個3月27號星期4夜晚上堂嘅。咁點解要上薛俊良嘅人類圖班？就係因為6堂裡面就可以令到你充分掌握到人類圖，就有好多呢個你睇完 textbook， 甚至係上咗其他人嘅人類圖，都講嚟講去都係覺得好混淆、好含混嘅。咁就係用6堂時間，就係令到你能夠掌握到人類圖可以幫人揀批嘅程度啦。即係當然你如果識晒嘅話，咁好多人咧就係睇完本 textbook， 甚至係上完其他人嘅人類圖班，都覺得人類圖呢家嘢咧，其實係佢啲解釋係非常之含糊。點解會含糊咧？好簡單，就係因為人類圖就係其實係結合咗呢個星座、易經同埋脈輪3樣嘢所產生嘅一個人類最新嘅算命系統。咁但係呢個作者本身咧就係西班牙人。西班牙人識唔識易經咧？係識嘅。咁但係西班牙人佢學嘅易經係由中文翻譯過嚟西班牙嗰度，然之後佢先至去學，跟住學完之後佢用西班牙文寫出嚟，再翻譯英文，再翻譯中文，然之後先至俾你睇到。咁你就發覺啦，經過咗幾重嘅呢個翻譯之後，你就唔知佢原本想講咩，又或者佢自己對於呢個易經嘅理解咧，都已經隔咗一陣啦，然之後佢再話翻俾你聽，隔咗2陣。咁當然就係好多嘢都變成好含混噶啦。咁但係如果你明白易經嘅話，即係作為一個中國人，當你直接學易經，作為一個中國人，當你可以直接學易經，然之後再睇翻呢個人類圖，然之後你又能夠拆解到人類圖成個架構出嚟嘅話，咁當然第二步就係唔會有人可以一睇就拆解到人類圖架構出嚟啦。咁梗係要幫襯薛派先有啦呢啲嘢。咁就係當你明白咗個架構之後，咁你就發覺好多嘢都係可以變得好清晰。所以你就要學薛派嘅人類圖班。咁樣咧就係呢個3月27號星期4晚開始。咁啊，就算你唔得閒嚟上堂，或者你其中有1-2堂唔得閒嚟上堂，
咁我係會 send 翻呢個 Zoom record 俾你。如果你喺外地，然之後可以 Zoom 嘅話，當然你可以 Zoom 嚟上堂。如果你話我有興趣喎，但係我直頭成個課程我都上唔到堂喎，唔緊要，我係每上一堂 send 翻 Zoom record 俾你都裝得。跟住你話唔係喎，我想即刻學喎，我成套課程嘅 Zoom record 一次我 send 晒俾你又得。跟住你話唔係喎，我有興趣學翻啲易經先喎，你可唔可以又教易經啊？都可以，成套易經嘅 Zoom record 連埋碌屎都可以一次過賣俾你。只要你 WhatsApp 我67600620，67600620同我斟下就得㗎啦。咁啊當然咧，現場上堂就梗係好啦，係咪先？好啦，咁啊繼續講落去啦。咁啊，當我認真思考呢個 DeepSeek 嘅問題嘅時候，就係遇到一個例子，就係有人話究竟你應唔應該信呢個我所看見的未來所講嘅大海嘯啊咁樣，然之後就 DeepSeek 咧就答咗一篇好長下嘅文，跟住咧佢就係話，其實咧佢講嘅方法係非常之似呢個財經分析師咁樣嘅口吻。唔係，應該話佢嗰種思考方法係好似嗰啲數據分析師嘅。咁首先咧就係話呢個我所看見的未來總共係有15則預言，15則嘅預言裏面其中咧有好多咧就係一個故事咁樣嘅嘢，唔能夠稱得上係預言。然之後能夠稱得上預言嘅咧就係有5項。咁呢5項咧就包括呢個全球性傳染病爆發、東京奧運延期、富士山噴發、人工智能與社會倫理爭議。咁但係佢咧就睇過呢啲漫畫嘅內容，然之後同現實再對比一下嘅時候咧，佢就話新冠疫情雖然係講中咗一啲嘢，但係啲細節唔同啦。咁然之後東京奧運延期，咁就係漫畫咧就係講到話東京奧運係因故喺2020年終止，而實際上咧就係延期嘅，即係話佢預言唔準啦咁樣。咁然之後人工智能爭議呢家嘢咧就係唔可以稱得上一個預言嚟嘅。咁然之後咧一啲被認為係唔準確嘅內容咧就包括富士山噴發。咁富士山咧就冇依照佢所講嘅時間噴發啦，甚至到而家都冇噴發過嘅。咁然之後深海巨型生物現身呢家嘢咧就係唔知佢講咩啦咁樣。咁啊心水清嘅讀者係應該知道嘅。咁跟住咧仲有呢個核電廠事故再次發生。咁啊雖然咧呢個2011年咧就係發生咗呢個福島核電廠事故，但係同佢所講嘅細節咧就係唔同嘅。咁跟住咧用啲數據分析咗之後咧，咁佢又得出一啲結論啦。佢話好多預言咧都係屬於對社會問題嘅隱喻，或者係常見嘅科幻題材，並非嚴格意義上嘅預測。咁另外咧就係有啲讀者認為事件同漫畫嘅關聯性係事後解讀嘅結果，存在呢個過度聯想嘅可能。咁跟住咧 DeepSeek 咧就話理性看待預言嘅現象。咁咧就第一個 point 咧就係話，作者本人並未稱呢啲故事係預言，而係基於當時嘅社會焦慮進行嘅藝術創作。咁第二咧就係幸存者偏差。幸存者偏差就即係話對於一啲好似好準確嘅題目咧，就係廣泛討論；而對於一啲冇發生嘅題目咧，就係冇討論嘅。咁啊，即係話喺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咧，啲人係會高估咗呢個預言嘅準確率咁解。咁第三樣嘢咧就係社會心理，就喺危機事件之中咧，大眾係傾向尋求預兆，以獲得心理上嘅解釋同埋控制感。咁所以咧 DeepSeek 咧就係建議大家用開放但係批判嘅態度看待此類作品，並將佢視為反映時代焦慮的文化現象，而非神秘預測。咁咧我就係睇完呢篇嘢之後咧，就係當時係打咗一個突。咁就係因為我真係冇好詳細咁樣睇過晒成即係咁多嘅內容，然之後咧將嗰啲 detail 咧好認真咁樣解讀過。咁所以咧一時之間咧我就覺得原來呢個命中率咁低嘅咋咁樣。咁但係咧我睇完呢篇咁樣嘅文章之後，第二日咁呢個馬面姐嘅新一集又講呢個我所看見的未來啦。跟住咧馬面姐呢一集嘅內容咧就係講從龍樹亮整個呢個夢，即係發夢，然之後發覺咧呢個發夢變成真實，跟住一路咁樣喺度掙扎，反反覆覆，最後尾咧就相信自己咧係有呢個預知能力，
成個過程咧就係按住呢個時間就係描寫出嚟嘅。咁跟住咧，我睇完之後咧，我就發覺，咦，以前不嬲都係話有15個預言，點解 DeepSeek 淨係舉咗呢個5個預言，然之後就話呢5個預言係呢個嗰個準確率唔係想像中咁高，即係點解佢淨係舉咗5個預言，然之後話啲準確率唔係咁高嘅啫，只不過係一啲心理上面嘅唔知乜嘢投射，然之後大家咧就覺得佢咩啦咁樣。喺我印象中好似唔係咁嘅喎。咁跟住咧，馬面姐咧就係講過話，佢咧就係曾經發夢咧就係見到呢個Queen 嘅主音阿 Freddie， 咁咧就係死乸咗啦。即係發夢見到呢個主音死鬼咗嘅新聞，跟住佢當時咧就係覺得好傷心嘅喺夢裏面。咁佢咧就係記低咗呢個發夢嘅日期，跟住咧就發覺10年之後嘅同一日。跟住咧就發覺10年之後嘅同一日咧，咁嗰個Prince， 咁嗰個 Queen 嘅主音就真係死鬼咗啦。咁然之後咧，佢又喺另一個夢嗰度咧，就係見到咧呢個 Queen 樂隊咧就係演出。咁但係咧就係得4個人，而主音嗰個位置咧就變咗個銅像。咁其實咧佢發夢喺佢發夢嘅時間，咁然之後咧5年之後嘅同一日。咁佢發夢見到嗰一幕就喺電視嗰度見到啦咁樣。咁跟住咧，佢又有一次咧就係夢見喺隧道上面見到一個女人。咁然之後咧，嗰個女人佢當時發夢嘅時候咧就覺得啊，我係咪去緊呢個投胎啊？而家我係咪嗰個女人係咪我嚟㗎咁樣？即係佢當時用呢個一般嘅解夢方式去解自己嘅夢。點知1年之後嘅同一日，咁佢就走咗去嗰個隧道嗰度咧。即係佢揾到個隧道，然之後走去隧道去影相，跟住佢發覺原來咧嗰一日就係有啲差佬影到個隧道入邊有個女屍，而嗰個女屍着住啲衫係同佢發夢見到個女人嗰啲衫係同一樣嘅。咁啊，諸如此類咁樣，就係呢啲就係前面 DeepSeek 一氣之下就將呢啲故事全部篩走咗。篩走咗咩事啊？就係叫做用呢個穿鑿附會就一言以蔽之啦。咁啊，另外咧就係有一個夢咧，就係佢忽然佢無啦啦發夢就見到戴安娜，然之後咧5年之後嘅同一日，戴安娜咧就死鬼咗啦。咁你諗下都知呢個咁樣嘅預知夢係好鬥嚟嘅，只係佢發夢嘅日期係中咗嘅啫。咁而佢係見唔到發夢嘅主人翁戴安娜發生咩事嘅。咁跟住咧，仲有咧就係佢又有一日發夢見到咧地下咧就裂開咗有2條裂痕，然之後佢又以為啊，我又發夢見到陰間地府啦，仲話見到一個天使話我係咪要死啦咁樣，跟住天使話未唔係而家咯咁樣。咁跟住咧又過咗15年之後嘅同一日，就發生咗呢個阪神地震。咁然之後地震嘅其中一個地方咧就出現咗2條裂痕，跟住咧景色咧係同佢發夢嗰陣係一模一樣。咁樣呢啲咁樣嘅夢咧，原來 DeepSeek 係一開始就已經篩走咗啦。點解篩走咗咧？就係因為 DeepSeek 對於呢個預言呢2個字嗰個語境係有一啲特定嘅界定。咁而上述嘅咁多個夢所講出嚟嘅意思咧，就係唔符合 DeepSeek 對於預言呢個界定，所以一早就已經篩走咗啦。就係用穿鑿附會嚟。就一言蔽之就冇咗啦，所以咧 DeepSeek 話呢個漫畫裏面有15個預言，但係只係得4至5個咧係符合呢個預言嘅準則，就係咁解啦。咁但係咧，如果你睇翻呢個馬面姐嘅解釋，然之後咧你對於呢個身心靈啊、預感啊、靈力啊呢啲嘢有翻少少常識嘅話，咁你就知道，因為呢個作者由細到大都係喺度掙扎緊，究竟佢成日發夢見到海嘯係咩意思啊？甚至應該話，究竟佢發夢係有咩意思嘅咧？佢只不過將佢個人經歷寫低咗。咁而如果你從呢個身心靈角度去睇嘅話，首先咧佢係冇 hard sell 話我有預言能力。咁跟住咧，佢嗰個預言個中嗰個位就係講緊佢發夢嘅日子同埋事件發生嘅日子。係1年裏面嘅同一日，只不過咧時間就係相差咗嘅年份係5嘅倍數，就等於話咧係有某啲咁樣嘅力量係專登就話俾佢聽，其實咧你有預言嘅能力。然之後咧佢發夢見到嘅嘢咧，其實係喺佢未來
裏面somehow係可以從電視節目或者係親身經歷裏面係可以見到嘅。咁佢自己咧亦都係發現咗呢樣嘢，因為佢嘅預知夢咧係其實係好多下，而佢畫咗出嚟嘅嘢咧就唔係全部，仲有第二啲，可能嗰啲佢覺得不值一提咁樣就冇講到啦咁樣。咁跟住咧，你話哇，咁如果佢發夢見到呢個Queen 嘅主音死咗，咁人總會死嘅，即係話我預言你會死啊，咪乜一定中。咁但係佢中嗰樣嘢就係因為佢係以啱啱好10年嘅同一日發生啊嘛，咁樣就係有預知。咁但係你話唔係喎，佢都冇講幾時。即係如果以顧客嘅角度去買你嘅預言故事嘅話，你唔講幾時，又講唔到話有啲咩 detail 或者咩先兆嘅，咁我買嚟咪嘥錢啦。所以你啲預言係唔合格㗎咁樣。如果你以一個顧客嘅角度嚟睇咧，咁咪冇錯啊！佢嘅預言就簡直係冇價值。咁可能咧 DeepSeek 咧就係用呢一個角度咧去話呢個預言究竟可唔可信。咁啊，即係非常之有呢個市場分析師嘅諗法嚟嘅。如果你係以一個身心靈修行者嘅角度嚟睇，件事就唔一樣啦。因為佢自己都講過，佢話佢人生裏面好似咧係有一個好重要嘅使命。咁然之後後來佢就係話呢個重要使命就係話俾大家聽，呢個使命咧就係要話俾大家聽，2025年7月5號將會發生大災難。咁如果係咁嘅話，其實過去嗰啲咁樣嘅預言係等於係話俾個作者聽，你應該相信你自己，唔係話俾讀者聽話你應該相信佢。咁樣前面嘅人前半生鋪排就係為咗要令大家相信一個預言，就係呢個2025年7月5號咁樣。咁然之後咧，呢個馬面姐咧仲提到咧就係話2025年7月5號發生咩事咧，係仲有第二啲咁樣嘅資料咧係講到同一個日子嘅。咁咧就係包括有人話，當然呢單嘢亦都唔係好令人相信，就係有人話佢咧就收到風，就係話咧有啲神秘嘅黑手為咗某啲原因，就會喺呢個2025年7月5號將其中一個人造衛星就係炸咗佢，然之後令到佢跌落去呢個海裡面，產生一個災難。咁而嗰個日子咧就正好咧就係2025年7月5號。就係呢個阿侵上任之後嘅第一個國慶日，就唔知係攞景定贈慶咁解，係咁樣嘅意思。咁啊，即係話咧呢個係一個人為嘅災難嚟嘅。咁呢個人為嘅災難有幾嚴重咧？就係從前咧有一出戲，又係講到一啲乜嘢恐怖分子嘅。咁恐怖分子係好恐怖嘅。咁就係話咧，唔知點樣咧，有一個恐怖分子就將一啲鎢，即係 tungsten 就即係以前做呢個燈膽入邊嗰個鎢絲嗰啲鎢，就將啲鎢咧就係擺咗上去呢個人造衛星上面。咁跟住咧，當你一撳掣，咁嗰一嚿好大嚿嘅鎢咧就喺個天上面揼落嚟。咁你依照住呢個揼落嚟嘅加速，一揼落去就成個倫敦就炸到爛晒啦。因為當呢嚿嘢一路跌落嚟嘅時候，嗰個加速你就可以計到佢揼落地面係相當於幾大嘅呢個幾多百萬個黃色炸彈嘅炸藥嘅威力，又或者係等於幾多粒呢個原子彈嘅威力啦咁樣。咁點解要用鎢咧？就係因為鎢咧佢嗰個熔點係好高嘅，就係3000幾度先至會熔。咁啊，即係話當佢喺個跌落嚟嘅時候，佢俾呢個大氣層燒着嘅一個程度咧係最少，所以咧跌到落地面，佢仍然係保留大部分嘅質量喺度嘅。咁樣就係一嚿好似呢個戰鬥機機身咁樣 size 而實心嘅鎢，當然就係好多噸啦。即係咩叫1噸？就係1立方米嘅水就1噸。咁而1立方米嘅鎢咧，就已經係10噸咁上下啦。即係鎢同鐵應該係差唔多重量，差唔多比重。咁而嗰嚿嘢就起碼都100幾噸，咁樣跌落地下就可以成個倫敦炸平。咁啊，究竟現存喺天上面嘅人造衛星有冇啲咁樣嘅質量咧？就唔知道嘅。咁啊，有啲預言就話，因為一個藍色星球跌落個海度而產生海嘯。咁個原因就係話，咁你視乎，即係點解會係藍色火焰？就係因為佢
就係視乎嗰個人造衛星佢外面外面嗰啲物料燒起上嚟係咪變成藍色咁樣？呢個係關乎外面物料係用咩金屬嚟做出嚟嘅。咁啊有藍色或者綠色火焰係唔出奇嘅。咁啊講咁耐，咁究竟為咗係講咩咧？就係話呢個 DeepSeek 以至每一種 AI 佢嘅思考方法咧，其實都係固定，同埋你係可以從佢嘅結果裏面推斷到佢係用咩思考方法。咁而其中 DeepSeek 係最容易估，因為佢係某程度上會話翻俾你聽，佢係點樣諗出嚟嘅。咁跟住咧，喺某啲情況之下 ，AI 所出嘅答案係可以造成呢個好大嘅錯誤。即係就算係一般情況之下，佢所搜索翻嚟嘅資料裏面好多資料都係流啦，所以佢答翻俾你嘅嘢咧，就係有可能係錯啦，係咪？咁但係喺某啲情況之下，例如一啲咁玄妙嘅嘢，咁佢得出嚟嘅答案咧，係可能係完全錯誤，都唔出奇。所以咧呢樣嘢就係測試緊，就係如果你對於一啲 post， 你係睇完啲 post 嘅時候，喺你心裏面係冇一個習慣係會萌生出一句説話，就係真㗎，咁你就會俾人裁咗啊！你係應該對於一啲 post 睇完之後，你係有個慣性就係話係真㗎。跟住咧，如果呢個 post 係你覺得重要嘅話，你係應該走去搜索，然之後咧係諗辦法去衡量一下究竟佢嘅真實性係有幾高。如果你做到呢點嘅話，咁呢個 AI 裁員潮嘅第一批咧就裁唔到你，應該第二批先至裁到你，咁都好過俾第一批裁咗嘅人。咁個原因就係話喺某啲範圍之內咧，呢個 AI 係真係做得好過人好多。咁如果你係置身於嗰啲職業嘅話，就即係話你依照住一啲舊嘅方法做嘢，然之後不停咁樣重複，唔使點用腦。咁你就死硬，你係第一批就俾人裁走咗。咁而呢啲咁樣嘅範圍係甚至牽涉入一啲專業人士，即係話大公司入邊負責法律部門嘅人，係一定係會俾人裁走咗。咁然之後呢個會計亦都係會逐啲俾人裁走咗。咁啊跟住咧就輪到呢個電話接線生同埋呢個叫做資料分析員呢啲咁樣嘅 post。仲有咧，就係一啲普普通通嘅文章，寫文章嘅人、出廣告嘅人、出 presentation 嘅人，呢啲 post 就係第一時間俾人裁走咗，因為 AI 做得好過你。咁你點樣先至唔會俾人喺第一批裁走咗？就係你諗嘢叻過 AI。其實你諗嘢叻過 AI 唔係好難嘅啫，即係 AI 佢花咗大部分嘅努力，就係用嚟了解人講嘢嘅語境，咁然之後咧，佢嘅思考方法就係跟住一啲一路以嚟行之有效嘅方法去做。咁啊，即係話，如果你係學習一啲理論、學習一啲方法，然之後諗得好快，然之後又要做得好好嘅話，sorry，你就會俾 AI 代替咗啦。咁啊，如果你係嗰啲對於呢個人事，要面對人事複雜，然之後咧成日要改變嘅處境裏面做嘢嗰啲，咁啊恭喜你啊 ！AI 係有排都唔能夠代替到你嘅。咁啊，所以咧喺我上年咧我就已經推出咗呢個提問力初班。咁我就係話俾你聽，其實如果你明白咩叫思考方法，然之後你能夠培養到呢個提問力嘅話，咁你就應該喺呢個至少喺第一波嘅裁員潮裏面係能夠生還落嚟嘅。你係唔可以等你知道你將要裁嘅時候先至走嚟諗辦法，太遲啦。因為你知道幾時俾人裁嘅時候，你就會發覺，咦，原來周圍啲公司都唔請呢啲 post， 因為咧大家都知道原來呢啲 post 咧係可以俾 AI 代替，到時你就揾唔到嘢做噶啦。咁所以咧就喺你覺得好似有啲危險喎，咁你就應該而家去諗辦法，因為你諗辦法，然之後培養自己都係需要時間，起碼都要幾個月。咁啊，但係咧，我呢啲咁樣嘅提問力初班，其實係唔需要你額外撥啲時間出嚟，因為每一日翻工放工、翻屋企途中或者當街嘅時候，你已經係可以用咗呢個腦筋嘅一部分，就可以攞嚟做練習㗎啦。
一啲負荷都唔重。然之後你就會明白點解呢個學識咗呢樣嘢之後，第一批就裁唔到你咧咁樣。嗱，下面就有條 link。其實喺我呢個每一條片嘅下面都有呢條 link，只不過咧你係一路以嚟都唔知道，其實呢樣嘢咧係好有急切性嘅。好啦，講到呢度，咁啊，第日再講過啦，係咁先，拜拜。